3月初8是妇女节，伫咧今仔日呢，有真侪妇女团体、性别团体去到立法院参立委交流，提出民间团体对妇女政策的愿望。民间团体表示讲，虽然台湾是一个思想进步的国家，也真注重性别平等，不过社会上也是有性别分工的观念，不平等的所在也是真侪，希望透过修法立法来做改善。 现代人的观念，男女平等是真思想的道理。不过，根据劳动部顶日公布的统计，男女做同款的工课，煞无法度得到同款的薪水。女性劳工要比男性加做54天，才有才调摕到白济的薪水。因那目前社会上也是有传统性别分工的观念，无平等的所在也唔拿薪水尔，家庭照顾假的使用比例嘛是一个例。现在女性利用的比例比男性更高。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性别不平等现象。第一个部分就是希望能够保障生计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希望受雇者使用这样的一个孕产照顾假的时候，受雇者的薪资上是不会受到惩罚的。现代的女性真侪人拢爱担起家庭工课双边压力。伫3月初8妇女节之前，妇女团体、性别团体伫立法院参新会期的立委交流，有出席交流会的立委拢有做出善意的回应，也有提出各政党伫新会期拍算有啥物作为。民众党讲会关注新住民伫台湾家庭内底性别平等的状况。 民进党是望主动性别暴力的相关修法，要赶紧通过。族群、种族平等也是要哈，还有工作的平等，很多的法案、很多的规定都是通过我们的妇女就是捍卫才能去改变的哈。所以这个我们的妇女的团体很重要啊。我们新住民这边比较注重的就是家庭的平等嘛。上一届在我们立法院，我们是第10届光是性别暴力就通过了9个法案。可是为什么后来能够顺利在立法院通过，都是因为不幸的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，所以它被就是说比较快速的排上议程哦。也就是说，台湾妇女平等妇女的权益跟性别平等的保障，其实是建立在被害人的血泪痛苦牺牲上。 交流会馆内也有邀请国民党的立委，不过到下晡5点，民间团体发言结束，拢无人出席。民间团体表示，因会继续参与政党的立委沟通，斗阵让台湾的性别政策更加完善。记者郭文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